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现在房企的一哥保利发展发布了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这个第三季度报告预示着，即便是央企，即便现在是房企一哥，依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走在这个暴雷的路上。为什么这么说根据他第三季度的报告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737亿，同比下降5%。记住了它去年就开始降了，今年比去年又降5%。然后净利润19亿元，同比下降75%。我们简单点说那就是它今年前三个季度它那个营业收入还是这个以价换量换来的。你只有以价换量，那它的利润才会下降嘛，应该这么理解吧？当然了，也可以说这个它的这个手上还有的资产物业也在贬值，是吧？导致它净利润下降，这也是一个原因。但另外一个原因就说明，你看现在你要想把房子卖的就得降价，你也不降价，你房子卖不动，对吧？卖不动，你的营业收入就下降。更严重的是第三季度营业收入569亿，同比增长31%，但是净利润亏损7.82亿，就是第三季度就是7、8、9这3个月。据了解，2024年前三季度保利发展实现营收1828亿，同比下滑5%，也就是说去年前三季度它已经同比下滑5%，今年在去年基础上再下滑5%。去年的前三季度净利润是78个亿，同比下滑41%，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只有19个亿这什么概念下降75%，下降了3/4呢，对吧？也就是这2年保利的这个利润是大幅度下降。那就我可以这么说吧，今年它能不能盈利都是个问题。就是如果把第四季度再算上，那今年如果能盈利，那明年十有八九要亏损。我就把话放这儿，那就是对吧？连一哥想盈利，想在房地产这行业赚钱都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可以说基本上房地产行业这些房企全军覆没。当然还有个别的房企那是特例2025年上半年保利发展营业收入1169亿，同比减少16%，利润呢27亿，同比减少63%呢。保利发展从新增货值来看，绿城中国、保利发展和中海地产位列前三。2025年1到8月，绿城中国以1144亿元新增货值占据榜单第一，保利发展新增货值规模为996亿元，位列第二。中海地产以923亿元新增货值位列第三。2025年9月，在房企新拿地的排行榜中保利发展单月拿地明显减缓。总之在这个楼市低迷这种大背景下，你拿地越多，实际上就是爆的雷越多。当然了，也有种例外如果你拿的都是上海什么这个徐汇区的，那另当别论，对吧？或者拿的什么北京、杭州核心区的，这个恐怕这个抵御风险的能力稍微强一点。其他的实际上就是爆了一个雷会加剧它这个资金链的叫紧缺紧张。所以根据它这个三季度报告再加上咱们目前这个楼市这个走势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保利发展作为央企开发商，作为一哥，今年或许是他最后一个盈利的年份，甚至我们今年就开始亏损了。大家想象一下，万科亏了多少万科好像去年是200亿是吧？今年差不多又是200亿亏损了。没有房企能够幸免只有先后顺序。我们再看条新闻说工行起诉正荣地产追讨3.25亿。10月21号，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发布重大诉讼事项公告。公告显示说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桥商务区支行对被告正荣御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正荣集团等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涉及本金金额3.25亿元。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一般的银行如果告开发商的话，那说明这个银行手上它没有抵押物，就或者没有那个足额的那种抵押物，它很有可能它这个贷款是开发贷或者不是之类的你想想恒大暴雷、融创暴雷、碧桂园暴雷，他们欠银行那么多钱，也很少有见银行告的，有也有银行告的，但是不是所有银行都告。为什么呢？因为这很多银行把钱借给了恒大，他就拿到了恒大手上的地，对吧？做抵押，或者拿到了恒大的资产做抵押。这个他们很安全，反正告不告的不重要，反正这东西已经押给他了，你要再费那个劲起诉他。很多银行金融机构在放贷款的时候，他都做那个叫什么？做公证，有很多金融机构都这么干放贷款之前先做公证，做完公证之后呢，
如果你要违约，他直接拿着公证文书啊去法院申请执行，把你的资产查封，就不用告了。他那东西压在他手上，然后又被法院一查封手封，一般都这么干啊。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工行去起诉真荣地产，你就说明工行手上可能有大量的这种资产，就是把钱贷出去了，然后这个钱呢没有足额的抵押物，这个对银行来说这是要命的。这个银行这种贷款越多，那说明它危险就越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对吧？你把振荣告赢了有什么用呢？那就像你现在把恒大告赢了，你恒大1毛钱都没有，你要等着它破产，破产能给你多少钱呢？对吧？清偿率只有1%，就是说你就是这个振荣已经爆雷了啊，你把振荣告了，振荣没钱给，说明啊这个房企爆雷，最终啊火还是要烧到银行，那就看这个量有多少。还是说说楼市啊，今天在网上又刷了一个中介啊，发了一个截图啊，说有一对新上海人，什么新上海人呢？实际上就是沪漂啊，对吧？在上海落户了，然后在上海买房，小夫妻俩，这小夫妻俩呢要找这个中介，要卖掉唯一的住房。卖房的原因啊，令人心酸啊，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因为他俩人都被裁了，先后被裁啊，失业了。那他这唯一的住房的月供，他无力承担。小夫妻俩2021年高点买入这套75平的标准两房，你看典型的就是刚需房，就是没房子住，要结婚，买了个老破小75平，当年买入总价是490万，对吧？6万多1平米，贷了300万，而现在他们小区同户型的房子，这挂出的价格270万，你看现在卖的比它可能还便宜点，你看也就是4年时间啊，这490万跌到270万，也就是说啊，他们卖掉这套房，不仅首付全没有了，还要倒欠银行10几万，对吧？他这4年到5年还银行300万，对吧？他还了5年的本金还了一点，对吧？本金恐怕也就还了个10几万，还的都是利息啊。你说这对小夫妻，对吧？沪漂到底遭遇了什么？想一想也确实挺令人这个惋惜啊。你说他也没做错什么，他就是在2021年买了个房，而且还在上海买的房，而且是刚需，对吧？一失业加上楼市下跌，这叫双重打击啊，戴维斯双杀。如果他们，对吧？家里啊，如果一般的话啊，那他们就很难抵抗这个风险。所以说来说去啊，还是当时买房的时候有点乐观了，就是杠杆加的有点多，就是太自信，没想到会裁员，对吧？没有从最坏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从那个叫底线思维啊，这样的人有多少啊？当时那个时点他买房他是没问题的，对吧？2个人工资恐怕加起来有3万，可能还不止，对吧？还按揭，再加上他们吃喝，那小日子过的，成为新上海人，对吧？那正是叫事业的上升期啊，对吧？人生顺风顺水的时候，突然戛然而止啊！你说到他，我想起了那个上海那个中金公司啊，对吧？一个女员工，那是从小，对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上的都是名校，是吧？总之人家最后去中金上班，那年薪都是应该是100万或者是200万。因为前几年那个中金公司的一个后台的吧，他媳妇啊，把银行给他开的收入证明啊，他公司开的收入证明给银行看的，用来买房的证明，然后在网上晒了一下，结果一下啊炸锅了，都说你们券商收入居然这么高，大家还记得这事吧？结果没过2年，对吧？同样还是中金，也就是中金公司不停的在降薪，对吧？人家买了房受不了了，各种刺激，对吧？加到一起，人家就选择从楼上高坠了。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啊，说上海，所以你看上海就是这样啊，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你看看，一边是1.6亿的房子，25套当天卖完。我今天看到网上流传出的名单啊，买房的人名单好像那个身份证号都是3字头的比较多，有32有31的，都是个人为主啊。而且这个据说那里明星比较多，因为他那个名字被隐去了啊，这个身份证号也隐去了好多位啊，只能看见开头和后面的几位，说明什么呢？对吧？说明你看看啊，一边是韭菜，买个70平的小房子，还没人家卫生间大，完了之后总价也就300万400万的，你看看咬牙切齿的，最后呢一失业这就爆了。一边是1.6亿，对吧？眼睛都不带眨的抢购，这就发生在同一个上海。这个事情就这个局面能长久啊？10月9号，市民赵女士与刘先生来到浦东不动产登记中心网办区，尝试以全程网办模式自助办理个人存量房买卖转移登记业务。人家不要中介了啊，自己自助在这个不动产中心来交易。说赵女士通过实名认证后，系统及时生成购房条件码，确认其具备购房资格。赵女士与刘先生通过手拉手，就是买家和卖家手拉手，不需要中间，对吧？有中间商方式，在窗口完成电子网签，既省时省力，也省去了一笔不菲的中介费。这几年啊，这种形式在杭州
啊，好像成都、深圳、青岛很多地方都在推广这个手拉手，就是免中介，就是买卖双方可以直接过户，直接去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慢慢的啊，这个方式恐怕就越来越普及的吧，会越来越多。这个给中介行业的吧，那相当于挨了一闷棍呢。这中介行业这日子越来越难过啊，本来现在房子难卖，再加上大家还可以自己去买卖，房地产中介是不是就快干不下去了？大家看一个视频啊。搞不下去了啊！真的我要失业了，朋友们！就我现在身边好多人啊，都已经转行了。那什么跑外卖的跑外卖啦，卖衣服的卖衣服呀，搞金融的搞金融啊，甚至还有人直接干起了诈骗。就不是一些基础的业务员啊，是咱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精兵强将，甚至包含一些店中老板。还有我以前认识的好多企业顾问啊，那个朋友圈的广告已经变成了什么卖车子的卖车子，卖保险的卖保险。就我从来没有见过咱们这个行业真的像今天这么的艰难。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就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一个干中介的我的眼里，今年的房地产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样？那首先是找咱们买房的客户是真的好少啊！就我后台的咨询数量可能达不到往年的1/10，跟去年比也少很多。还有咱们整个房地产赛道的一些流量也跌去了2/3。就你可以从我的点赞数据看得出来，真的现在没有人去关注房子了。而且买房的年龄段也真的是越来越大了。那以前找咱们买房的客户都是一些要结婚的小年轻居多，是吧？现在80%都变成了40岁左右的改善，就好像年轻人一夜之间真的想开了，都去租房子住了啊！这也是整个行业现在低迷最重要的原因。那这也是我从来不看涨的一些核心依据。那第二呢，就是房子越盖越好了，价格也是越来越低了，但是好房子却越来越不需要中介去推销了。这也是今年我们过得难的第2大原因就很多人不愿意去讲，但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好事情。那这个开发商终于知道要拼专业、拼实力、拼性价比了，不再是拼营销、拼手段搞忽悠了，进步真的非常的大。但同时也给你们挖了一个天大的坑，因为市面上你们获取信息的手段大多数其实是来源于中介的，因为现在利益的冲突就会传递一些不是那么正确的言论，什么中配式住宅漏水啦，什么房价高了要降价了，说白了就是钱给少了不想你买。再加上现在客户资源那么的珍贵，市面上就出了很多只打单盘的专业团队，哪里钱多推哪里，哪里坑大让你买哪里还有一些获客的一些手段加上来，就大大增加了你们买房的风险。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学会如何的去辨别。那咱们房地产今年的第3大变化就是新房越来越好了，但是看二手房的客户反倒变多了，甚至抖音上面做二手房的账号也是越来越多了，就有点反直觉，但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一是一些房东觉醒了价格给的非常的离谱。第二个就是很多房子真的是白送豪华的精装修完全可以做到拎包入住。所以如果说你们还在看房子，也不要把眼光局限在世代住宅的新房上面，二手房一样要多去对比一下。那我也是这么建议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的我一样也是把你们当我生活当中的朋友。所以说我视频的内容一直是有感而发的有理有据的，你们绝对可以相信我。我知道你们依然很多人呢还在关心什么房地产的涨跌呀，喜欢追问值得不值得呀，但是我要告诉你，再好的房子在你的房龄面前真的没有任何的意义，都是会老的，都是会被淘汰的，还是要多关注配套和你的预算，搞钱买套自己喜欢又住得起的、住得舒服的好房子比什么都重要。不求进，说话无小气，看一期算一期对吧？房地产低迷，楼市低迷，这个中介的日子不好过，这是必然的。我记得恒大一暴雷的时候，我就说了，干房产中介的尤其是那些新入行的，赶紧，如果你有机会转行的话，就最好转行，对吧？房地产这个是往下走的。当然了，那些干了10年8年的，他说我手上有客户资源，那你转行就这个浪费了，是吧？那还考虑一下。新入行的赶紧改行。今天3联生活周刊看到了一篇报道，他这报道有意思就是叫大批外省人涌入云南买房，说外地中产为什么纷纷去云南买房。这个跟那个鹤岗形成一个对比。鹤岗的都是那些买不起房的，是吧？为了圆自己一个买这个有家有房的梦，花个2万3万的跑到鹤岗去买房。这个
三联生活周刊说的是去云南买房的是中产啊，外地中产为什么纷纷去云南买房？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啊。他说外地人去云南买房潮流其实由来已久，但是最近几年这种风气越来越明显。2022年至2024年，外省人士在云南购房占比分别是24.8%和30.6%和31%，那就是越来越多，对吧？占比越来越高。说今年就是2025年，更是达到了33.5%。在部分热门城市，外地购房者占比更加惊人，比如西双版纳超75%，大理超过50%，丽江超过40%。我估摸着啊，很有可能是东北的，对吧？那些人，人家一退休了，立马把这个东北老家的房子能卖就卖，不能卖的就这么着了，然后跑到西双版纳，跑到云南，跑到三亚去买房，人家准备在那儿定居了，受够了，对吧？这个东北的这个严寒啊。那这么多外地人去云南买房，到底是为什么呢？风景优美加上房价便宜，这两大因素成为外地人来云南买房的主要动力。那云南有丰富的这个旅游资源，对吧？加上气候还可以吧，很多人来云南旅游之后都会产生在当地居住生活的冲动，而当地房价相对便宜，也为外地人购房提供了可能性。尤其是最近几年全国房价下跌，云南很多城市的房价也经历了较大的跌幅，可负担性变得更强。以昆明为例，2023年到2025年房价已经连跌3年，2025年更是加速下跌。今年前8月，昆明的二手房价下降了近8%，其他主要城市比如大理、丽江等，最近几年房价也基本持续下跌。也就是说，这么多外地人跑到云南买房，也没能把云南的房价买起来，就像日本一样，对吧？好多中国人跑到日本去了买房，日本房价反弹呢，东京的房价，对吧？还要创新高。那怎么这么多外地人跑到云南买房，云南房价还在跌呢？量太大。从绝对价格来看啊，他说目前昆明二手房价格不到1万元，大理的很多二手房在网上挂牌价格也只有6000元每平米，很多精装修的小院子挂牌价也只有几十万元。对于一线城市的中产而言，花费不多就可以在风景优美的云南拥有一套度假房，甚至还可以实现小院子的梦想。很多人还是愿意为此买单。那再加上云南当地对外地人没有限购，所以外地购房者这2年开始加速在云南购房，每年去云南旅居一段时间，成为中产阶级的一种生活方式。说来说去还是房价便宜啊，对吧？你要是贵的话，就是旅居他也不会买房。2024年有将近400万外地人选择旅居云南，同比增长超20%。2025年上半年280万外地游客旅居云南，同比增长45%。外地游客来云南旅游，贡献的不只是传统的旅游消费，当外地人买走超过30%的房子，旅居经济已经成为支撑云南房地产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全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云南房地产市场开始企稳反弹。今年前8月，全国地产销售面积同比下跌4.7%，而云南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4.5%，这种逆势增长也是相当罕见。他说，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去云南买房，很多人买房的目的也不再纯粹，在云南买房并不只是为了在当地旅居，有相当部分选择将房子做民宿经营，投资成为外地人在云南买房的重要目的之一。有些人在云南买房完全是为了经营民宿，在风景优美的景区买下房子，然后进行改造，最终运作民宿。这种完全以经营目的买房行为，其实已经和生活方式已经没有太大关系。还有一些外地人在云南买房是为了旅居和民宿兼顾。外地人在云南买房之后，通常交给当地的托管机构进行民宿经营，双方按照协议分成，业主每年可以选择来度假一段时间，短至1周，长至几个月，这样既可以实现旅居云南的梦想，又不至于让房子长时间空置。实际上这个那就是在打造，对吧？类似各种海景房呗，这个又是在制造鬼楼啊，这种东西就是一拥而上，对吧？一窝蜂。所以我刚才说了啊，云南它最大的跟日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那个房子是海量供应，对吧？你也喜欢我再给你造几套，对吧？你要喜欢我马上就开发，不存在稀缺性。对，云南全省，对吧？这个气候风景都还不错，哪个小县城给你划了一块地方很容易啊，对吧？只要有人买啊，只要游客愿意买，他一定会大批量的开发，最终会造成过剩。说最近几年去云南买房做民宿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如果主要目的是为了旅居云南，
做民宿只是附带增加一点收入，得收入多少也并不在意。这种旅居加民宿的办法还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不过，如果在云南买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做民宿建钱赚钱啊，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可能并不划算。这民宿都在赔钱，对吧？民宿其实不赚钱的，装个热闹。民宿实际上啊，尤其在云南的地方搞民宿，给我的感觉啊，咱们看过很多报道，还是很多 UP 主自己拍的，实际上就是为自己逃离大城市生活找了个借口。他有很多人他也不能在云南、在大理、在丽江什么的混吃等死的吧，你不能在那躺着躺平。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包一个院子，里面3层，对吧？一共10来个房间，就开始搞民宿，显得自己还挺有活干，对吧？装修，完了之后在网上卖，给自己找个事干。实际上啊，恐怕80%以上都是赔钱，很多人裤子都赔掉了，对吧？再加上你看今年国庆节人均花费114，我就不信你的民宿还能赚到钱，对吧？很多人有云南的地方，对吧？很多人那更适合带个帐篷在外面睡。说你看啊，这个3联生活周刊说云南做民宿最大的风险在于供应过剩，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去云南做民宿，当地的民宿已经遍地开花。官方数据显示，仅仅大理的民宿数量就已经占全国民宿数量的5%左右。在前些年，云南很多民宿都是靠旺季赚钱，弥补淡季的亏损，能够勉强实现全年盈亏平衡就已经算不错。但是随着民宿供应量越来越大，现在即使旺季也难以赚钱。2024年国庆长假，大理民宿平均入住率只有64%，也就是都不满。本来对吧，你国庆节那地方应该是一房难求，一床难求啊，但是平均入住率只有64%，有将近30%的民宿在旺季期间也无人入住，在淡季的时候经营也就可以想见了。在供应过剩的压力之下，大理民宿只能靠价格战争夺客源，导致利润率越来越低。有些民宿经营者实在支撑不下去，最终只能选择退出。在大理景区，民宿转让的招牌遍地都是，苦苦等待新的接盘者。对于那些去云南买房的外地人，如果只是为了寻找情绪价值，云南的风景、美食和气候足以让你得到满足，但如果是为了投资价值，大概率会失望收场。我倒是觉得啊，去云南买房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第一个，你在大城市已经没有工作了，对吧？失业，过了35岁，过了40岁，找工作非常难找。你这时候，比如你做自媒体，或者你是做其他的，对吧？网上工作，有个3瓜2枣的收入，这种收入跟你地域没关系，对吧？你是叫数字啊经济啊，数字游民，对吧？数字部落。那像这种，你可以到云南找个城市，小城市，花个10多万买一套房，那儿空气好，景色也好，这是一种人啊。还有一种什么人呢？就是退休了，对吧？那就不如跑到云南买套房，在那儿养老，它也不贵，对吧？还有很多北漂、沪漂啊、深漂，对吧？现在在那儿买房很难，房价也可能还下跌，对吧？买的不好，你看刚才那个上海的小夫妻，如果你买房困难，你就别买了，就租房住，对吧？住到你快退休了，你想，你如果一直工作到退休，那你很厉害呀，那你不是一般人。大部分人到30多40就没工作了，就开始自由职业了，对吧？这个时候你还没房，不正好吗？你攒了钱，你就去这种地方，对吧？买它一套，就在那待着，这就是你的家，不挺好的吗？当然了，还有一种啊，就是你有老婆有孩子的，对吧？有家庭那就比较麻烦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原因啊。他一旦结婚了，对吧？有老婆有孩子，对吧？有家庭，他就有了牵绊，他就没办法到处机动灵活。所以我看好啊，到云南去旅居去养老啊，就是你退休了，你就云南买套房就在那住着，对吧？尤其是东北人啊，在东北那个地方死冷，怎么在那儿待了50年60年已经待够了，那就在云南买套房，主要它不贵呀，对吧？你要嫌昆明房价贵，那你去它下面还好多的地级市啊，对吧？很多县城那房价都很便宜。云南有个哥旧，对吧？那哥旧也是类似于这个鹤岗，是资源枯竭型城市，那儿空气气候都挺好的。那哥旧也是个地级市，但是那个房子就非常便宜，因为没有年轻人，年轻人都跑了。如果你要嫌那个地方交通不便，那你就选通高铁的那些县城，对吧？高铁在那有一站，那交通就很方便了。你只要那个地方接入了高铁网，那你到哪儿都不会，对吧？太吃力啊。3联生活周刊也说了啊，如果你是以投资为目的，那恐怕就要失望了。所以这个对沪漂、北漂、深漂、杭漂这些人来说啊，实际上都是好消息。也就是说啊，大量的好房子、风景好的地方在等着你，只要你攒点钱，是吧？到时候你就怕你口袋里没钱，所以你不在乎现在在北京、上海、深圳租房住，对吧？把这些大城市啊当做你就业、创业的一站，事业的一站。
但你在这个地方，对吧，已经没办法再就业，或者你的事业在这儿已经不受这种地域影响，那你就可以离开了。前提是啊，房价要足够便宜，也就是10万8万的，或者顶多20万。所以这个对一般的沪漂、北漂、深漂那都不是事啊，你省一省。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